翡翠園嚇，3房2廁單位，好舒服㗎。包絲高福音，廚房位，望返個廳，轉個身望返出門口。好啦，咁我哋先睇下呢度2間房，好大嘅。睇埋洗手間，咁再望返出嚟呢度客廳位，呢邊就有個主人房，哇好大，好特色。咁再望返出去成個廳係嘛？你估係賣幾錢？有興趣打電話嚟問下啦。無聊可以望下啲小朋友踢下波。包絲高豪江就喺你前面。